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嘛，就是自觉平安嘛，是激励人、启发人啊，因为那个里面叫同业共动嘛。那佛菩萨是这么慈悲的人，有的人就会想说，佛菩萨这么慈悲，就我的身边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嘛，对不对？佛菩萨都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救苦救难。我的身边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，那我就很轻松了嘛。今天菩萨你在想什么？不是要让我们去求外面的菩萨，而是要让我们了解菩提之智哦，菩提之性哦，人人有之呢。人人有之呢。佛菩萨他有一段偈语观世音菩萨说：如不为统。今天大家都喜欢来拜观音可是观音跟我们讲，今天如果我们不为统，谁能够为我们救苦救难？佛菩萨在那边肯定是救苦救难啊，可是如果众生一直造恶业，那就是一直遭受恶报嘛。那佛菩萨要怎样为我们救苦救难呢？若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。所以佛菩萨他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转念，那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啊。这个菩提波罗蜜是每个人都有就算是动物都有，因为动物也是老母的分离嘛，只不过它今生今世的躯壳跟我们今生今世我们身为人的躯壳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它的灵是装在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狗的这个躯壳，然后猪就是它的老母的分离，它今生今世被装在一只我们把它叫做猪的那个躯壳。那我们人呢，今生今世就是我们的灵装在它这个躯壳叫做人的这个形象里面啊。但是脱掉这个躯壳都是老母的分离嘛，所以狗有没有觉性？有来，我们做错事情，人做错事情，你刚刚愧疚，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两只狗做错事了，把主人的鞋垫咬得破烂烂。有没有你买它变小嘞，要不它来要不它给也不敢见人，有没有？是啊，避开场面，你有点见你，我错了。做错事的态度有没有？跟小孩子做错事情的形象？对呀，就是我啦，你都问了啦。想你让他打他哎。